金门海峡又搁传出讲有偷渡的事件，一个中国的查甫人要收来咱金门，去互海巡署透过科技监控设备甲掌到，嘛甲人逮捕起来。海巡署指出，这个案件无排除和中国的认知作战有关系。上来。海巡署的人员相信，这个摸扑球的查甫人穿救生裤要等互伊给救起来。手持救生圈，准备抛掷于水面上的偷渡客。这个穿破色衫、乌长裤的查甫人，敢若是偷渡客，伫海边顶瀑布沉沉，要到8点前久，互人发现时阵正喜，让他远离水面危险水域，有没有办法拉上岸？因为偷渡客无力啦，海巡是无规波才来救起来。海巡署金马片分署讲，14早起10点外，对科技监控系统发现一个可疑的波动目标。对天目山北边0.8海里慢慢挖过来金门金枝水系，于金门潮屿0.1海里持续往内漂流，立即通报巡防艇赶往现场海域查处，当场击获1名疑似偷渡之中国籍人士，并将该人带往6楼港进行调查。孙同存随来到现场，伫楚楚外海找到这个差不多50岁中国籍查甫人，伊讲是要来台湾耍，身躯顶即个人砸几百个人民币。海巡署讲，会当随个人砸来，拢是靠科技侦查设备的高效运作，对花机雷达、后华线监视到无人机巡逻，结合环海查缉量能，建立多线防线，发挥高强度侦查甲昆布统合效能。金门周边海域纵深不足，勤务防疫时间极短。运用科技设备于第一时间锁定掌控，并立即整合岸海查缉能量应处，发挥高强度征收及勤务统合效能，及时将中国籍不法求渡人士成功拦截于海上。海巡署强调，无排除是中国国在型偷渡事件，想要进行认知作战，用正价的成本干扰台湾社会稳定。为了要防止这种情形，金马地区正在进行花海防卫强化措施，扩编科技监证装备，也有人力的配置，保护台湾西南海防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